新聞一開始先來看咱的台股，講到這 AI 呢，唔若帶動這台股大起。另外，親像這記憶體大公司華邦電最近就公布4月合併營收有192.45億，年增呢是182.22%，出現歷史新高。不過，講到這傳統產業景氣就無講介好啊，親像台灣的普利司通公司宣布，新竹廠要停止生產，甚至要來裁員，影響到500個員工。有名車輪廠普利司通新竹廠，真濟員工佇個工廠門口準備坐遊覽車，去管理公司簽約，準備進行勞資協商。當地平台煩惱真濟員工為少年做甲流，煩惱租賃條件講袂好，佫無摕到損害賠償。今天是要去簽約，那約簽下去就是賣身契嘛，你沒達到之前員工條件，你必須要有損害賠償嘛。公司在上周五的時候有進行大量資遣的通報，那目前是符合法定的一個程序進行中。5月11號的時候，跟受影響的員工進行一個自主協商。根據了解，普利司通新竹廠停產，有差不多553個員工受影響。普利司通公司回應轉型是為優化全球營運布局甲資源配置，來回應市場競爭甲需求結構變化。在轉型過程內底，會附包含比法定標準的租賃方案較好甲轉職的支持。團產因為轉型全部關廠 ，AI 相關的產業所以一直有新的訂單加高營收。台灣記憶體廠華邦電進前公布4月合併營收192.45億，月增32.71%，年增182.22%，唔若改寫歷史新高紀錄，也顯示 AI 帶動記憶體超級循環繼續成長。專家分析，未來團產甲 AI 相關產業的發展差距恐怕愈來愈大。我們出口產品到這些國家，就是在亞洲地區，我們的出口就是會碰到競爭力的問題，就是別人不用付關稅，但是我們要付關稅，所以在台灣生產就會比較不利。除了產業差距擴大 ，AI 也帶動台股加權指數衝懸。現在以權值股台積電最後收烏，收盤是2235塊，655塊。暗過台股加權指數依然由烏並行，上權登到42000點，最後收佇41790點，起186點。韓國共款收紅，起超過4%，一股收盤295點，收佇62417點。記者綜合報道。